好，中文后早吼，咱开始来读1654年6月初1哦，礼拜一。好天气，透西南风，长官阁下写一张批对陆路寄去予南区的政务员，内容简短，请参阅书信簿。其中也写着讲，命令伊爱以严厉处罚，禁止迄一角位迄一角头的即个原住民掠马去卖互新仔人，如同最近所发生过的安尼。台湾哪有马通去用掠？好，也写一张批哦，派即个送批的人送去互伫芒港的士官，请参阅书信簿。三队呢，阮嘛收到荷兰人的政务员 David Hartevord 寄来一张批，内容写讲伊伫个5月18号收到对遮寄去通知要举行祈祷日的批吼，并且伫个共5月21号来遵照命令举行吼。共5月23号有大阵的即个草米经过遐，迄阵草米经过遐的期间，对早起8点钟到到深夜吼。虽然讲迄寡草米数量非常之多，但是除了一寡大麦田、种大麦田以外，对当地造成的灾害无讲介大吼，因为米早就已经收挂了吼。迄条荷马兰溪已经伫遐以22号来出租，就是白卖啦吼。规定讲，渔夫掠鱼的人，除非天气恶劣吼，受到恶劣天气的阻挡，除非天气歹，必须爱每一礼拜3摆去炸鱼，就是鱼爱炸去卖互荷兰人吼。为着要会当继续来掠鱼吼，也规定讲限用3-4个有框架的渔网，就是袂使做一道鱼掠了就对啦吼。一只高野船甲2-3只舢板来掠鱼吼，如同其他渔场的掠鱼的条件安尼。手机也要无电啊。过来，因为医师 Christine Bayer 就是派去看即个电线讲因老爸即个医生吼，因为伊的某还佫住伫个因以早所住迄个厝遐吼，因此需要为着新来的迄个医师来做一间竹仔厝，若无伊就无所在通好住。上述政务员要求，互伊伫个6月底来遮一逝。即个伊应该是迄个医生吧吼，以便请示长官阁下对一寡代志的命令。迄边的状况以及大家健康状况拢要如意顺利吼，我老上帝。只有一寡村城里的原住民开始生麻疹啦吼。因此，有一寡派驻伫遐的荷兰人也受到感染。愿万能的上帝怜悯消除即个灾难。阮也收到对打狗甲牛港的扫帚所寄来的书信消息，讲阮派驻伫迄2位士兵情况良好，身体健康。今仔日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60个查甫，再有18610斤的鹿仔肉，10000各880斤的咸鱼，5300斤糖水，60斤虾仔8担肉，15篮的鹿腿，60袋家己要食用的米。3队有1只对同款的篷船对西南沿海，以及2只篷船对澎湖来到遮，合计坐44个人，再有136捆的粗纸，70斤的油。11只山羊，40只鸡
80桌空安堡，10桌西堡，10桌西宁。6月初2拜2，早暗透强烈的北风，今仔日游园安尼咧透北风吼。毋过风力已经无遐尼强了吼。乌阴天，上午长官阁下又搁坐小艇去普罗宾西亚，伫咧暗时啊转来遮，约落伫咧中昼落小可落雨，入暝就是入夜和夜间又搁继续透强烈的北风。6月初3拜3，游园透强烈的北风，规工拢是乌阴天。6月初4拜4，上午出日，天气似是有微风对南方吹来，但是中昼又搁乌阴，搁小可落雨吼，并且又搁透强烈的北风，无其他的代志。6月初5拜5。上午天气和昨昏上午的天气相像似是，但是下晡又搁开始对北方透强风。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开个会，今仔日阮写一张批寄去麻豆，互受尊敬的牧师 Antonius Hambrook 吼，即个 Hambrook 伫目前为止吼，写哩一个人拢对拢诚尊敬吼。所以后来为虾米伊会有遮尔感动人的即种行为吼？看起来是就是有即个原因啦吼。本身就是真正是一直互人足尊敬吼。好，内容只敢若请伊关照吼，就是写配互即个牧师啦吼。内容是请伊关照，明年伊迄寡村社原住民伫咧做军吼。收集大量的即个茅草吼，我查一下茅草，毛是应该读做毛啦吼。读做毛，或者是读做草，草吼，这应该是咱应该读草啦吼，就是白话音啦。来，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吼，伊嘛是收仔草、仔干、拍打的仔草对，仔干、仔根、仔的根用来做即个毛仔出毛仔的时阵，特热的吼，特热济吼，仔草、草、仔根。伊嘛有收毛吼，毛草、毛屋就是茅屋啦，文言书吼。好，就是内容吼，迄张批内容，请伊爱命令迄寡村社原住民伫咧做军爱收集大量的仔草吼，用来起即个赤坎地方官阁下。迄间旧的厝的即个厝顶后要翻新就对啦，厝顶翻新，以及翻新厝地台湾木墙哩大个厝的厝顶，为着迄寡原住民的效劳，到时阵阮将会尽量互因满意来受谢因吼，来甲因送说道谢就对啦吼。6月初5拜6。真好，而且渐渐无风的天气。有微风对西方吹来。今仔日阮收到卑南地区指挥官 Jacob van Dusseldorp 对着路寄来的回批啦吼。伊做军伫咧4月20号坐一只租来为了要公司载荷去遐的新仔人的篷船吼，航离厝地吼，就是4月20号。才对遮坐船离开的啦吼，伊寄一张批对着路寄来，答互阮顶个月22号对遮所寄去互伊的迄张批，迄张批伊真紧伫咧共个月27号就收到啊，5天后吼，
伊写讲，伊坐上水迄只篷船，伫4月28号顺利到避难，并且伫落雨了后，随庄落啊坡上船。伫共个月30号，伫天气良好的情况之下，派转来台湾。袂当理解为虾米到呾佫还袂到位吼？伊咧烦恼讲是毋是船顶阮的荷兰人被迄寡新仔人甲谋杀去啊？但愿慈悲的上帝阻止即个代志吼。对此地计划并且命令的祈祷日，因已经真敬畏上帝来伫迄边来慎重举行咯。因遵照历年的习惯，伫咧5月20号伫咧避南，按照旧年邀请的名单佫较正样咯，就是更像样台语可能袂安尼讲佫较体面啦来调集迄个地区的地方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是对38个村社内400个原住民，一切事务拢处理到双方拢感觉满意。只有伫会议结束以后，伫咧离开的路中发生泰马里社人甲帕底社人中间的打斗相拍啦按照杜塞多普的看法，杜塞多普就是即个士官的看法即个避难指挥官伊的看法是因为酗酒，酗酒是控制白啦是酗酒应该即道应该是读对啦，我看卖有本条有变条有。是因酗酒所引起伫迄场打斗当中，双方拢各有2个人被拍死。对即个代志，伊拍算要去进一步调查原因，这是该批的全部内容。对避难来的即个信息即个消息啦，阮想起最近此地所听到关系到自由市民 Nicholas Vermeer 和伊的篷船的谣言就是伊被伊的篷船顶的新仔人伫遮甲淡水中，伫遮甲淡水中间刣死即谣言伊的篷船被因夺去的即个谣言即个不幸的事件有可能发生伫迄只对避难要转来遮的篷船的荷兰人身上啦就是上述的谣言可能是将即寡人错误将即寡人讲做是迄寡人传毋着人就对啦事实可能是真正有发生，但是内底船顶的人传毋着去因咧烦恼讲是毋是安尼不过上期就是希望万能的上帝阻止即个代志发生。今仔日有4只篷船对此地的出航前往西南海，坐291个人再有14182斤鹿仔肉，27430斤咸鱼，1218斤虾仔，4900斤糖水，1893斤蚵仔，4500斤佛罗摩萨的丁，甲100道家己要食用的米。也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27个查甫，再有2700斤的糖水，100道的米。6月初7礼拜日透西北风，天气非常的舒适，敬拜上帝日子。6月初8拜日上午天气还大顺无风，中昼微风就开始对南方吹来，并且有落淡薄仔雨。即个情形若继续落去，将会互即个做田的真欢喜对本个月5号，对此地寄去麻豆互人尊敬的牧师汉布鲁克迄张批，今仔日阮又收到回批咯。牧师接到中华国校的命令了后，就麻豆的原住民通告即项代志就是要收集鱼仔草因对此也表现顺服，甚至乐意将所需要的鱼仔草拢载来到即个直家人的河边来交阮，希望阮到时阵会当紧派迄个舢板去载因此汉布鲁克请阮明仔载就派几只舢板去遐并且早就命令去甲因讲，爱将迄寡鱼仔草送去倒位所以呢，随着甲命令
送去互迄个牧师汉布鲁克，命令伊伫咧接到后悔命令以前通知因甲马草送到伫家人河边。明仔载，阮会先派6只砧板去遐，此外并且请该牧师伫麻豆遐来找一个生活严谨的人严谨严谨，来取代伫咧新港被免一个学校教师 Bartholomew A.K. Kelk 伊因为生活放纵，已经被调回咱来看即个学校老师的小解Bartholomew A.K. Kelk 是伫新港社的学校教师，虽然伊被正式无适任担任学校的教师。1656年，伊游园要伫安尼安尼我读几部，结果袂记咧开啥呢？YouTube 有啦1656年，伊游园伫咧即个大北港担任即个工作歹势，我读到即个1654年6月初8拜伊遮读到中午遮讲，请迄个汉布鲁克牧师伫咧麻豆遐做上一个较适合的人来取代原本迄个学校的教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书信簿。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载着大鱼等等的物件，准备好要出港航往西南沿海。因为非常怀疑该船所载的鹿仔肉远超过因税务局缴纳11岁的数量，无可能像税单顶所登记的安尼。因此，长官阁下命令稽查官 Rainier Damons 亲自去检查该篷船。虽然该船已经由该税务局的助手检查过而无发现啥物或者是搁较适当来讲，就是讲搁较好的讲法，就是讲无发现船里有啥物无应该有的物件。即个 Damons 就是稽查官上落即只船落即只船以后，发现讲所在的鹿仔肉的拿的数量伫咧税单顶已经被篡改这个篡我查一个空主杯甘蔗店的头发。篡或者是篡篡入窜出窜入就是窜蜂鸟刺撞出来放出去，闪避文物刑罚拢是窜查一下甘蔗店有用着窜即字无？好，发现所在的鹿仔肉的拿的数量伫税单上被篡改了我著直接读空主杯著将该税单摕来互长官阁下看，所以著将该篷船甲扣留落来，再来岸边甲扣留船引带来到岸边来落货。过磅了后，发现有空白无写着毋知几斤的即个鹿仔肉无纳11岁，所以就将下室商务员 Harmon Ackermans 甲监禁起来伊是含税务局的其他助手同齐去检查该篷船，以便查出此事的真相所以较早我若有诶，家己我若会偷偷来啦好，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4个人，载有141担盐、34捆粗纸、20斤油6月初9拜2，规工犹咧落雨，透南风，但是真恬静无风，互人沉闷。
税务局的两个炮手甲助理 Jarvis Pontanus 也因为显然知影即个落仔肉偷载落仔肉的即个嫌疑吼，所以也甲因监禁起来吼。税务局的两个炮手甲助理吼，助理叫做 Jarvis Pontanus， 会对注卡咱来看卖，讲是1640年在 Maastricht 号出国，1647年伫佛罗摩萨升做助理学徒，1650年正做助理，1654年涉嫌落仔肉走私被关入去监牢，后来获准以自由市民住伫个佛罗摩萨，对抗郑成功的时阵，伊留伫城堡里，所以应该是平安返去荷兰啦吼。所以伊本来即个官职，就是本来算公务人员嘛，领公司薪水，变自由市民。自由市民可能就是都毋是，都变成毋是公司的请的吼，毋是公司的薪劳啦。我以早伫咧想讲咧，进前有读到自由市民到底是指啥？我即马看的是安尼即个意思吼。啊，所以台湾迄当阵原来好所在就对了吼。虽然讲已经毋是公司的薪劳，伊嘛是搁留踮台湾吼。好，继续6月10号，拜三，今仔日还搁咧落雨，而且风雨交加，有南风甲西南风，云真高。暗时有几声弹雷声。今仔日上午，互人尊敬的法官宣判关的就一个名叫做 A.J. Ken Davis 的荷兰富人的判决。伊是此地的自由市民，医生 Franz Dayre 的某吼，因为即个富人杀死一个伊家己的即个女奴啦吼，就是奴仆啦吼，女奴啦吼，所以判决要伫咧通常的刑场，甲伊绑伫咧条仔用锁仔来甲吹死，要用即个方式处死甲伊俘虏的即个判决吼。最近伫咧后壁康北吼，毋知伫倒位已经宣判过，并且了后伫咧同个月22号由长官阁下和佛罗摩萨议会认可，但是伊请求将原定伫咧随后的拜六要执行的死刑延后几工吼，因为是看开是5月22吧。即嘛是6月10号啊嘛吼，所以延后几工，互伊伫咧即个中间会当搁较好好来想，即个毋知想啥吼。即个请求得到长官阁下和议会代表许可啦吼，允准互伊延到就是延前到了后的拜四吼，后22号是顶个月啦吼，拜四可能是就是拜四，应该嘛是几号啦吼，变动到现在吼。允准伊甲延到过来的拜四吼，后来伊否认迄个事实，收回伊以前的即个口径啦吼，经事。因此，即个案就延前到现在，伊则又搁被宣判吼，反口径啊吼。等于否认嘛，就是讲伊无杀死伊的迄个女奴吼，等于伫咧即个台阶吼，当然袂台阶啦吼，但是毋是安尼，应该是等于伫咧即个台阶是台语是要安怎讲袂晓来，找一下。出台语，看有人还啥物讲法无？好，台阶，有无书店有干那一个台华线顶书店，即台华线顶书店是
应该是网络顶的，毋知啥物，毋知吼。我到当伊个还是毋知即本的来历吼，但是内底收的词吼，乱糟糟啦吼。好，来台阶吼，有翻译做岩嘛吼，或者是坎坎吼，坎一坎两坎吼，坎啊吼，卡拉。克拉、行站吼，行站或者是大银，大银我毋捌听过。来，我来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大银 ，TAH 大第八声银 GIM 第五声。无呢，大理大书店无收呢。大第八声金第五声对啊。好，其他就大部分捌听过啦吼。毋是，大部分是听知影意思啦吼。眼一眼吼，即眼即种讲法啦，我来查一下眼。GAM 第二声吼。眼，大理大书店规则汉字写做迄个坎坷迄个坎吼。眼，规则就是第一个两个意思，一个是单，比如讲一单吼，就是一眼、两单、两眼安尼吼，两眼一眼吼。第二个规则是顺空吼，顺头倒无落眼吼，就是顺空迄个。顺空嘛吼，顺头倒无落迄个迄个眼吼，迄个顺空内底吼，迄个过来是咱搁看吼，坎或者是坎吼，所以南坎迄个坎嘛吼。我看是还有第二声、第三声，伊两个拢有收吼。坎，好，坎伊就是拄则共款迄个坎坷的坎吼。伊内底第三个意思就是阶段吼，有例句，比如讲石坎、悬崖坎吼，或者是岩，即应该把悬崖岩有无吼？高低落差迄个悬崖岩吼。悬崖岩意思就是一高一低啊，安尼叫做悬崖岩吼。一悬一低诶，即种所在吼，所以讲台阶、悬崖岩嘛是会使吼。讲岩就知影意思啊啦吼。我咧查即个岩伫诶悬崖岩诶日语诶讲法吼，叫做高飛の段。好。坎岩吼，应该拢会使。搁有啥？其他我都袂查吼。我转来日市遮讲吼，即歹势人咧判死刑吼，即嘛当警长来看觅，等于伫咧即个悬崖岩头前哦，即个当然即只袂讲悬崖岩怪怪吼，台阶头前吼，听了对伊诶宣判吼，所以即只要用对即种讲法，敢若拢怪怪吼。行站吼，行站，我来查一下行站有即种讲法。行第七声吼，行第七声，行第七声是角度悬的路，爬行吼，真行。这是行站，我看觅行我用 Wildcard 来查。
行骹行站吼。但是老师有例句鬼舍内底吼，有写行站吼，就是行吼。你若讲即只要讲哦，即个伊伫行站头前哦，等于伫咧行站头前听了对伊诶宣判。好，安尼感觉安尼讲起来较煞喙啦，听起来较袂怪怪吼。等于伫咧行站头前听了对伊诶宣判，台阶前听了对他的宣判哦，都非常鲁莽来甲以前全部诶口径拢翻口径吼，拢甲反，甚至当证人面头前否认所有诶有关事实。伊讲，伊以前所以认罪，是为着要避免被向刑然后拷问吼，向刑诶痛苦，而且对各方面互伊诶印象，加就是敢若处罚利益吼。袂至到讲因为伊诶辱罗被判死刑吼，所以即个意思就是讲，我较早承认是因为我认为讲袂判死刑，即下要判死刑，我着翻口径啊吼。但是现在发现讲即个关系到死活诶问题咯吼，所以现在要翻口径，这是吼。所以呢，法官甲长官阁下和佛罗摩萨议会代表商谈，并且得到口头认可之下宣判，要用刑具来要甲刑到伊认罪为止吼。就安尼来进行，后来伊还是认罪咯，也伫咧今仔日判刑咯。这毋是讨皮疼啊，嘛是爱判死刑啊，搁加刑一遍安尼，可怜啊！唉，好，那个插题，歹势，看了这故事，感觉就是人吼，面对生命吼，其实两种反应足明显的吼。有一种是一直要活落，一种就是已经完全放弃。就人就是干那即两项嘛吼。好，咱继续读诶吼。面对生死吼，各位，这是足大诶一门功课吼。6月11号拜四，台湾港岛海涌吼真大，天顶非常诶乌暗吼，西风继续透过来，随时就要落雨诶款。入夜果然就落雨咯，并且夹杂着雷声甲细呐吼，夹杂啦，我一时也毋知要安怎翻吼。今仔日又搁有2只篷船载货准备要出港，因为被怀疑有偷载鹿仔肉，无缴纳11色，所以被来落货搁告磅，发现讲其中一只载有毋知偌济斤空白啦，另外一只载有毋知偌斤，迄种空白拢袂记咧写起诶款。或者是迄当阵要写时阵，毋知影即个数字，所以先就留空白，结果无报起吼。另外一只是毋知几斤鹿仔肉，无缴纳11色，所以伫即3只被扣留的篷船发现总共有几斤鹿仔肉，即拢空白吼，无缴纳11色，所以着按照伫处地公告的告示宣布，甲因没收。这毋是爱搁掠一群人。6月12号拜五，无风而且炎热的天气，有微风对南方甲西南方吹来。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捌开庭，午后无偌久，此地发生拍死人的事件，又过来啊，愿上帝来修正，什么意思？是对修正，我是讲即个修正什么意思？看无吼？是对阿姆斯特丹来的海军下士叫做 Claude Freminet，
用剑来插死通常被称为即个普雷维的下士吼，伊的名叫做 Adrian Christians van der Goltz 吼，即个泰人的吼杀人者吼，也随被关入去监牢呢，叫做 Claude Freminet 吼，咱来看即个凶手吼，小解讲阿姆斯特丹人，伊做被对阵 Morgenstern 号去亚洲，1650年11月21号被任命做 Landspassat， 1651年9月2号到台湾，应该是被啦吼，拍毋着哩，被任命做海军下士，1654年吼，到今年嘛吼，6月12号，伊用伊的剑插死下士 Adrian Christians。今年6月19号，吼，被法务议会判处死刑，吼，过长日就处死啊。咱可能看袂到即个人的心情啦，吼。我相信吼，即种应该是意外甲人刣死啦，吼。比如讲一时啊，逐个冤家剑杀来就拄去啊，吼。啊，你若有扑咧，佫袂死，你拄咧吼，人身躯袂堪要拄吼，你拄咧就差不多袂活，尤其是人无可能随我都医治啦吼。医术无即嘛才好，即嘛才好，就算即嘛才好，你看拄啊拄咧人拢无倒活吼。啊，所以你一时啊，冤家啥物，忽然间吼一个动作尔，结果就注定讲7天后换伊啊死啊吼。一定足后悔吼！若是即种情形之下，6月13号吼，拜六好天如同昨昏吼。除了午间一阵风雨交加，有微风对南方吹来。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5个查甫，载有9000斤咸鱼、116斤虾仔，甲1500斤糖水。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本岛北边的新港仔，和一只前往德产，两只合计载19个人，载去170担盐、170袋米、200袋空眼布、20担又搁12篮的乌糖、200个，即毋知啥物件吼 ，Coujas 吼，20袋柚布甲20罐西南的阿拉酒。阿拉酒是啥物酒啊？6月14礼拜4时大扫好的天气，风对南方继续吹来，但是风力无强。敬拜上帝日子，即马礼拜日吼，看起是拢真正拢休困吼，也无春入来，是讲伊春入来伊无咧记数，所以毋知吼。反正就是咱即马读着礼拜日拢干那一逝尔吼，敬拜上帝日子。拜规工对南方继续透凉风来，天气如同昨昏。上午甲下午，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拢咧开会。6月16拜二，风如同昨昏继续对南方吹来，今仔日也继续对北方吹来。早起，长官阁下开动一个几亿先生坐着小艇去Provincia， 要去视察迄边城堡的建造情形。伊阁下约落伫暗时11点钟转来到台湾，约落伫上午10点钟，阮又阁感受到几厝的即个地动。6月17，拜三好天有强大的凉风对南方吹来。今仔日有几个人，就是几个先仔的头家和最主要的农夫，来长官阁下遮表明讲。因和其他几个人为着要尽可能来扑灭伫咧产业囤积的即个糙米吼，甘愿家己愿意搁献出一部分的金钱，合计是500两日本丁元吼，要用即笔钱吼来支付吼去掠糙米的人吼。
因的想法是讲要乌规啊空吼，甲掠着的即个糙米带入去空里，甲灭掉。因此，为着要进行此事吼，因同齐请求长官阁下用中文发布公告，命令所有的公司啊，公司啊是，我读过迄个洪家英先生有小解公司啊，但是我袂记啊吼。命令咱继续读咧吼，命令所有的公司啊，后壁写，就是伫咧乡村的新仔人、农业工人吼，爱认真去掠迄寡糙米吼。我来甲 Google 一下公司啊，看有人有小解即个事无？无呢？广东话吼，广东话敢若嘛有公司啊即种讲法吼。看觅。好，无吼，咱继续吼。我的迄个第70无去。小等下我搁重现一下日子。2054年6月17，拄好伫遮好。公司啊吼，命令迄寡公司啊去掠就对了吼。即个代志经过商谈吼，讨论啦吼，大家讨论了后同意咯，并且伫咧今仔日就甲中文社的公告送去内陆。你看，即只内陆是指台湾吼，台湾内陆吼，用即个公告命令农业工人去掠即个糙米，并且经过无爱插的人吼，将会甲因处罚。答应因为着要去掠即寡海棠的辛劳，每掠1斤重的糙米会支付因1个 stuver， 就是5 cent。若是伫公告铺呢吼，会当查阅安尼，就若亲像伫公告铺呢会当查阅安尼，是啥物意思啊？会对注脚，注脚是物件变吼。这看无解有啥物意思啦吼。而且长官阁下也写批去互麻豆甲小人地区的博斯汉布鲁克、新港写互新港的政务员 Jules Van Bergen 和南区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命令因爱以相款上述的方式吼，去督促当地居民认真来扑灭因产米或者是野地上的即个糙米，以便因的稻啊会当安然来伫咧产里来生长，会当来丰收，以免遭受到米贵或者是枵饿的痛苦。通过了后，今仔日伫赤坎的庄骹就已经掠到真侪糙米，侪到迄笔新仔人所即个欠入来的钱吼，大部分已经拢开销伫所定的即个每1斤1个 stuver 计数顶头，因此必须要甲计数降低啦吼，因是太好趁的啊。此外，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90个查甫，载有5710斤鹿仔肉、22100斤咸鱼、223斤虾啊、150斤蚵仔、1900斤糖水、320斤鹿仔骹。有2只篷船对遮航往平湖，坐35个查甫，载2700斤糖水、20斤鹿仔肉、10斤鹿仔骹、50斤福尔摩沙的藤、15袋要食用的米。也有一只篷船航往伫北边的南坎，坐6个查甫，载有100担盐、20袋米、80袋空眼布。
258分炒10篮的乌糖，90支刀仔，5个烤 jas， 2罐鲜仔阿拉酒，20罐山水酒。6月18号拜四，风上午对东南方吹来，以后佫对北方吹来，风向多变。下午弹几声雷，但是无落雨。6月15号拜五，透北风好天6月19号就是咱读着好天上午，即个城堡法务议会开会，判决海军下士 Claude Freeman 的死刑，因为伊拍死别号叫做 Portway 迄个下士对故事来迄个下士所以故事拄则读伊的名故事，上尾即个是伊的，其实是伊所来的出身的所在伊叫做 Adrian Christian Scores 即个代志就敢若安尼写尔咱毋知影即个海军下士的心情啦总是这免讲是绝对是心内好。暗时又阁有几声雷声有一只胖船对楚地出航潜龙片湖坐10个查甫，再有2000斤的糖水，300斤的咸鱼3道家己要食用的米。也有一只胖船出航潜龙南方坐6个查甫，再有40担盐。3担糖水，4罐鲜仔阿拉酒，10道家己要食用的米。因为鲜仔农夫奉献出来钱无够支付掠迄个糙米的费用袂少呢，竟然讲500两的日本丁元结果无够大家热热响应大家拢去掠糙米啊。因为逐工拢掠真多所以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决定。明仔载要重新用中文发布公告，予所有农夫甲公司甲因讲，公司鼓励因去掠迄寡海棠的即个承诺因为迄寡人就是迄寡出钱的新仔人，能力不足以支付掠糙米的人，因此将会由尊贵的公司来支付，以一担重的糙米支付$1。进前讲是偌济啊？讲一担一个 Stuver 当然我嘛毋知即边怎算啦一个 Stuver 是偌济$我看嘛进前是1斤啦进前是讲1斤重负5cent啦一个 Stuver 即嘛是一担毋知啦，所以无法度比较一担重的糙米负$1会对咱来看第2个注脚，讲伫咧2工前日志呢讲每掠1斤重支付因一个 Stuver 嘛，而即只伫即个位遮讲一担重支付一个$，就是一担就是100斤进前1斤一个 Stuver 100斤当时$是56个 Stuver安尼你就当算100斤本来照你若照较早的计数100个 Stuver， 即嘛剩56所以广告的计数差不多是为着要甲决议的计数甲算拍对切就对啦好，安尼。并且决定为了即个目的，将会暂时对政府的收入当中拨出100两银，也决定伫咧厝地的税务局将来爱像以前的习惯，安尼用大的磅仔来磅货物，这是要答应鲜仔生意人所要求的。也佫决定讲要写批去淡水甲鸡笼因为现在完全无可能对遮送现款去遐嘛所以命令因爱设法来卖因的米来应付因的需要希望伫即个期间对巴达比亚来的船会当到遐到遮啦毋是到遐。6月20号拜六。
6月20号拜六好天，但是风向多变。上午约落11点钟，被判决的海军下士 Claude Freminet 被用枪支来处死，一枪拍死啦。这比迄个用锁吹死的算较好一丝啦。但是到遮还无看到讲，甲迄个妇人人甲用锁甲吹死，无听以后会读着。中岛公司租用迄只篷船对淡水甲鸡人载着涂炭平安来到遮，阿罗上帝。下士商务员 Barent Leuven 也同船转来遮。上次 Leuven 呢，炸着2张批互顶官阁下，一张是商务员 Iperan 对淡水写来，另外一张是中尉Bars 对鸡人寄来。佩尼先提起因的请求，讲若有船对巴达维亚来到遮，就请伫后一处送货去因遐的时阵，派一2个适任的少年的文书去因遐来甲因帮赞。要做过来就是到遮尔过来是要做茶用的茶头这是什么意思？要作为木材用的木头就相关意思因到单之间发现像最近所送来的三普鲁安尼迄样品迄种茶因为这种茶呢无适合做木材我照读啦所以因就早就已经停止去铺这种茶的这个工作，用来省刮费用公司对此地所派遣载货去遐的第2只篷船到单拢也未到遐，因此派去互因的迄2个伊个涂水工也到单拢也未到遐递到因还阁咧欠涂水师啦因听候着别人去遐。本个月6号，因伫淡水第一次看到一个草米灾害，迄寡草米呢，随着东风对南方迄个飞过河去飞过河来，数量侪到强看袂到天顶哇，遮恐怖了嘛！哇，这想也会恐怖呢伫迄个碉堡后面的即个卡克拉克社的即个稻田聚集真侪即个草米，地到对遐要去迄个碉堡的人无法度通使用迄条路，必须爱用手扎着目睭，捂着喙静静伫咧迄段踮伫迄段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上捌的迄阵过去。才有法度行，你看，遮恐怖呢！我伫庄脚到当捌听到，当然即台湾无可能无迄个条件有即种物件啦我毋知即马挂稻应该是阁会有啦我细汉的时阵，你若挂稻的时阵稻挂过哇！你有时仔若挂迄落来个啥田内底有诶无物诶，啥着拢跳起来爬起来，有诶无一堆哇偌闹热诶！你挂过诶草顶头就是有足侪啥物糙米啦，有诶无诶啦拢伫顶头拢。当然，我做囡仔是袂惊啦对这种物件是袂惊。我毋知即马是毋是阁安尼啦因为即马诶农药啥即马环境含较早完全无共我做囡仔时阵，我看一下时间剩5分钟。我做囡仔时阵阮厝住伫即个田中央暗时啊，迄个好金菇是规片，若天顶的星相款天顶的星偌捌，下底好金菇就偌捌就对啦。即马人讲要去看好金菇，我从来毋捌看过，像我细汉的时阵看过迄种情形好，我伫美国遮是捌看过
诚捌的即个合金菇，但是即只合金菇伊死的迄个频率太低比如讲伊死一个可能停2秒、3秒安尼。所以你搁较济嘛，无法度像台湾咧死的速度足紧的可能是死的，可能1秒死2个安尼所以速度足紧的。你若规片哇不得了，看就是足壮观的迄实在看的就我到当下又搁足怀念的足少年迄当差不多读初中的时阵搁看会着，读高中应该嘛是搁有啦，我无啥会记我初中较有印象好，来，咱继续读落拄则是讲糙米足高的时阵，情形差不多是安尼啦因定伫咧本国个17号伫遐要举行禁食祈祷日就是淡水啦淡水鸡人自由生理人 Vermeer 的旁船进行谣传讲去用台戏嘛以及载着旧年的北上的南崁的旁船，拢预定伫本国个15号或者是20号要出航前来台南遮台湾遮。淡水甲鸡人两位的驻军状况拢还算好俄罗上帝，因恳切来请求特派一只旁船专程对遮送一寡现款去互因有13沓日本的铁因已经伫遐以每一沓高里尔的价数来出卖，并且已经先交33沓即种铁互原住民，用来伫咧这3-4个月来由因用落票或者是现金来付款。因也请求讲要伫咧搁再来8个送互去遐也请求送互去因遐啦，应该是安尼也请求送一只小艇或者是伊个西奈即种舢板去互因，因为因的小船去挖考加注号 Formosa 号的时阵呢，加注船Formosa 号的时阵去弄破沉落去水里咯即只前来取地的旁船顶的西奈人，为着因伫咧航道上的需要，伫咧淡水甲鸡人装载1447斤米，以上是淡水内配的主要内容。对鸡人中尉 Jacob Bars 写讲，伫咧金包里的学校，因为临时的学校教师 Bastian Jones 真骨力工作状况良好。本国个12号迄边的天顶，这鸡人被大阵的即个糙米压砍甲强要看袂着天因也请即个长官阁下派一个炮手，或者是适合该工作的即个阶层较低的人去因遐。这是上述鸡人内配主要内容，详情请参阅书信簿。当时阮伫咧厝地听到消息讲，迄第2只对遮去淡水的旁船，因为前方的需要来航往西南沿海，途中因为暴风地高，必须要将所在的虾等入去海里。后来该旁船又搁伫咧西南沿海装虾出航，要再去淡水。这一切拢含阮以前所听过的小声而即个消息是对伫咧西南沿海亲自看过迄只旁船，并且询问过迄寡遐的西南人因嘴里所讲出来。真实的情况大概时间来甲阮讲根据昨昏伫咧佛罗萨议会决议，今仔日搁再一次用中文发布公告互农夫，鼓励因为着农业的发展爱认真去掠糙米答应因讲，因为因无能力用家己的钱来支付去掠糙米的人，所以公司将会以一担1厘的价数来支付因。该公告记载伫告示簿呢，请参阅。今仔日有3只旁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10个大埔，载有19634斤鹿仔肉，9322斤咸鱼，440斤蚵仔，146斤虾70斤鹿仔脚，11600斤糖水，5500斤佛罗摩萨的藤，4条大鱼，20担的鹿腿，5篮虾仔粉，20刀油豆，45刀要食用家己要食用的米，40担大香木。好，到遮煞好6月20，咱今仔日读到遮。今仔拜四所以搁来到后礼拜咱即礼拜
应该是会使读啦吼，我目前知影是无代志啦吼。好，若有代志临时通知吼。最近拜六礼拜拢出门，所以拢无法度吼。好，安尼到遮，感谢各位，我要来开房咯。等下我看一下，对，无啥物笔记啦。好，OK，开房，感谢。